哇，甩咁多頭髮，髮際線都後移埋，會唔會變地中海㗎？人到中年30歲就開始脫髮嚴重啦，用咗各種嘅方法都冇效果。嗱，普通嘅頭皮精華咧同埋食補咧都已經救唔到啦。今次咧一定要揾一間專業嘅毛髮機構去睇一睇先得。聽講碧蓮城養髮咧係新華網國潮嘅優選品牌，專注頭皮管理21年啦。我今日去睇下頭髮有冇得救先。好，謝小姐啊，我頭髮還有得救嗎？當然有救啦，來碧蓮城就對了。這邊的話，先給你做個全面的一個毛囊檢測。哇，這個是啥呀？這個的話就是你頭皮油脂堆積的一個情況啦，而且時間堆積越久的話，油脂的一個情況就會越紅。喺大數據生成毛囊檢測報告後咧，老師咧會根據檢測嘅報告分析我頭髮嘅情況，做咗長達1個幾鐘頭嘅脫髮護理同埋理療分蒸。清潔完咧，真係成個頭皮好舒服、好清爽啊，而且頭皮都冇晒添。嗱，碧蓮城咧俾我印象最深刻咧，就係按照每一個客戶啊量身定製一個專屬嘅頭髮管理方案，提供專業嘅分析同埋護養指導。喺全國有40幾間連鎖嘅門店。嗱，如果你都有頭皮問題嘅話咧，去你就近間門店度睇下啦。記得點個關注先走啊！